名叫港味情懷，好味蛋撻。我隨心地運用水墨混彩繪嘅手法畫出蛋撻，先以墨水畫出層層酥皮，再用淡黃色表示出蛋漿香滑嘅質感，旁邊提上好味二字，襯托藍彩花紋嘅背景，成幅畫生動又充滿地道親切感。我先用毛筆勾線，再用水彩暈染出蛋撻，皮脆彈嫩嘅口感。作品帶出關愛同勤勞嘅正向價值觀。蛋撻係麵包師傅勤勞付出嘅成果，我哋要尊重每一份辛勞，同時同家人朋友分享新鮮出爐嘅蛋撻，係生活中最簡單嘅關愛表現。透過欣賞日常美食，學習感恩勞動，樂於分享。多謝。